歡迎咧嚟到呢一集嘅節目啊！今次出街嘅時候咧，就係喺正農曆新年嘅時間，所以咧先祝大家咧身體健康、事事順利，新一年咧最緊要日日都開心。今集咧同大家係想講下少少曆法啊嘅嘢啦，因為新年啦講下生肖啦，講下年初一啊咁樣啊。咁有咩好講咧？其中一樣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咧，就係喂，咁究竟幾時先至咧係叫做農曆年，或者我哋叫做咧新年嘅日子啊？咁可能你會話喂，咁梗係農曆年初一啦咁樣。但係原來咧喺歷史上啊，喺華人咧慶祝幾時係新年咧，有好多唔同嘅變化，有好多演變嘅噃。以前咧並不是而家呢個時間啊，即係1月嘅時候咧係去慶祝呢一個新年啊，即係農曆1月啊。原來有少少唔同噶，咁同大家講下呢一個趣味小知識啦，就係究竟咧過去咁多年咧個變革係點樣。另外亦都係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話題啦。可能好多人都曾經有疑問，就係咁其實生肖咧係幾時變化嘅咧？幾時轉換嘅咧？例如話啱啱咧我做呢一集咧就係馬年啊嘛嚇，咁但係馬年係咪年初一就係馬年咧？有時會睇新聞見到有所謂馬年寶寶啊，有個小朋友喺年初一出世嘅，就話佢係馬年寶寶。咁但係有時你會聽到咧有一啲算命嘅有一啲命理學家話唔係啊，其實咧根本就唔係年初一，而係應該用立春嚟計。點解會有呢一個唔同咧嚇？咁日日同大家分享下咧，就係一個趣味小知識咧。究竟生肖係幾時轉換咧？咩情況之下我哋會諗到要立春去轉換？立春係乜嘢咧嚇？另外都可以講多少少啊。事不宜遲直接跳落去咧，先講咧就係一年開始嘅日子嘅演變啦。呢個咧有啲人咧會叫歲首或者叫歲初，即係話一年開始嘅日子啦，歲即係一年開始日子啦嚇。原來咧歷代係經歷過好多嘅變更，有曆法嘅原因，亦都有咧我哋叫做個皇權啊，或者係咧嗰個朝廷啦嚇，佢嘅演變啦，頒布新嘅日子啊咁樣。我哋講好早啦嚇，講《尋秦記》啊，但係早過秦啊嚇，翻回係秦朝以前啦。先講就係先秦時期啦嚇，即係我哋成日可能聽到咧細個讀歷史聽過夏商周啊嘛。原來咧夏商周3代咧用嘅所謂歲首嘅日子都唔同噶嚇。夏朝嘅時候咧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嚇，即係 roughly 接近啦嚇。原則上咧就係叫閏月啦，或者即係而家我接近我哋而家講嘅正月嚇，即係1月啦。我哋講接近先啦，因為呢個曆法好複雜啊，唔 go into details 咁詳細去講啦。喺夏朝嘅時候咧，就係用1月啦嚇，就係農曆1月咧作為歲首啦，簡單啲講啦嚇。去到商朝啦嚇，即係殷商啦，就係用咧12月嚇，而家嘅農曆12月咧就係歲首，一年嘅開始係農曆12月嚇。好啦，去到周朝啦，原來用子月嘅噃，用11月再早啲嘅噃嚇。咁見到咧夏商周咧係分別用正月啦，12月同11月咧係去做呢一個嘅一年之始啊，新一年嘅開始，即係話呢個 cut off date 啊嚇，由呢日開始咧就係屬於新嘅一年。咁係咪好得意啊？即係點解會咁樣咧？佢中意啦，佢唔同時間揀，但係唔係完全唔 make sense 㗎嚇。例如你揀11月、12月，咁可能正就係咧，因為如果係我哋叫農耕嘅時候，咁其實咧收成啦，完咗個收成，咁其實好合理啊，係嘛？當新一年開始啦嚇，過完個冬天之後咧，重新咧又再嚟過咧種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農曆1月嘅，亦都唔係唔合理噃，係嘛？因為咧就係啱啱咧就開始大地準備回暖嘅時候，亦都唔係講唔通，所以咧個變化好視乎當時嘅社會咧係採納啦，係邊一種模式啦咁樣。去到真係秦朝咧，就係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咧，就奉行一個新嘅曆法，就將歲首啊一年之初咧改為就係10月嘅時候啊，大約就係10月啦。其實正式嚟講係亥月啦嚇。從呢一個制度之下咧，一年咧係由10月開始去到9月係會結束。咁如果有閏月咧，就會擺喺之前嗰個9月之後，就叫後9月啊。即係咧規定啊，就係閏咧一定係閏喺呢個9月之後，咁就係後9月，然之後先係10月，10月就係一年嘅新嘅開始。
呢個咧就係秦朝嘅做法。咁我哋 fast forward 啦，去到呢個漢朝啦。漢朝有唔同喎。咁咧原來咧就係咧叫做咧曾經有好多變化嘅嚇。咁但係後來最終咧都係咧承襲翻秦朝咧。咁咧就係叫做咧就係用10月咧就係歲首啊。不過咧去到咧就係漢武帝嘅時候啦嚇。即係漢朝之初就用翻10月啦，跟翻。咁但係去到漢武帝嘅時候咧，即係講公元前100年左右，100年左右啦。咁原來咧就係頒布咗太初曆啦，一個新嘅曆法啦。咁就係一個改變嚟嘅。咁於是咧就變成用翻咧我哋所謂壬月或者正月啦，就係好似而家咁樣類似而家咁嘅時間咧，就係作為歲首，作為1年之始。咁有少少似咧就係之前我哋講咧夏朝啊，所以嗰陣時叫三正嗰個夏正啦嚇。咁用翻夏朝嗰個傳統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如果你而家睇到咧有啲書籍啊，甚至以前有啲報紙都會寫夏曆咩年咩月咩日。咁佢講個夏曆咧就係因為用翻咧就係所謂正月就係新年呢個模式。咁所以有啲人叫夏曆啦。如果大家見過咧，其實就係呢個意思。好啦，咁由嗰個時候開始咧，基本上就大致上劃定咗，除咗極少數嘅例外咧，咁2000幾年以嚟咧，大致上都係用正月啦，用呢個大約係春天啦，閏月呢個時候咧，就係1年嘅開始，大約啦嚇，即係既然因為淨係講閏月係咩意思都已經有排講咁啊。今集咧唔討論咩叫閏月，咩叫亥月，咩叫子月，咩叫丑月，大致上就係用翻而家1年嘅第一個月啦，咁講，1年嘅第一個月咧係去作為嘅新年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以前咧都有啲歷史上嘅短暫嘅變動㗎嚇。王莽篡漢之後咧，曾經咧係跟翻殷商嘅時候，用翻咧12月作為歲首。咁但係大家知道啦嚇，咁其實好短時間嘅啫嚇，咁好快咧又再恢復翻咧，就係用翻夏曆嚇呢個模式啦。咁另外咧就係曾經唐代嘅時候咧，民間都流行過咧，有一啲其他嘅曆法啦，就係一啲唔同人去寫啦嚇咁樣。譬如話咧，有曾經用過就係用節氣嘅雨水作為一個歲首，因為有24節氣，有12個節、12個氣咁啦。咁用雨水作為歲首，又唔係用咧所謂嘅叫做年初一係去做起點，都試過㗎嚇。好啦，咁再快數到落去咧，就係話咧。最後啦，究竟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嚟？而家咧，大家見到係並行緊所謂西曆或者係公曆，另外就係農曆，係兩樣一齊行㗎。咁其實咧由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咧，就頒布咗咧一個法令，就係用陽曆，於是咧就係叫做元旦就係1月1號，西曆1月1號啦，咁就變成咗係一個官方曆法嘅地位㗎嚇。咁但係雖然係咁，傳統上民間仲係用農曆或者我哋叫嘅夏曆，咁依然咧都係農曆正月初1咧就係新年啊。咁你見到咧就係歷史落嚟嘅變化咧，曾經試過係第一個月，曾經試過12月，曾經試過11月10月，咁後來兜兜轉轉之後咧，去到漢武帝咧就去翻咧做係呢一個正月啦，一年嘅第一個月做新年啦嚇。咁所以咧，如果有人話俾你聽自古以嚟幾千年咧都係呢個時候過新年咧，你可以同佢講唔係咁樣㗎，唔同嘅時間咧有唔同嘅做法㗎嚇。咁講起呢一個咧，年初一咧，好多人都會講一個問題就係啊，今日年初一咧就係會出現咗咧一個新嘅生肖啦嚇。譬如話今年咧，我做呢集嘅時候就係馬年，咁係唔係真咧嗱？咁有兩種講法㗎，坊間嚟講啦嚇。如果我係年初出世，係用舊年嘅生肖定新年嘅生肖咧咁樣，咁有人就話喂，咁梗係睇新年啦，好簡單啫嗱，新聞都係咁講㗎啦。馬年寶寶搶閘出世嗰啲咩零時幾多分嗰啲，咁梗係馬年啦，係嘛？但係唔係㗎噃嚇，有另一種講法㗎。好啦，我哋先講咧就有幾派或者兩派，主要係兩派啦嚇。咁即係如果你話新年係幾時咧？剛才講過啦，公曆或者新曆就係1月1號啦，呢個唔需要討論啦嚇。好啦，但係問題就係所謂嘅我哋傳統意義上面，我哋習俗上面咧，原來咧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其實咧係用農曆正月初1先至係過年喎。咁過年啦，新一年開始梗係生肖轉換啦。但係有啲人話咧係要跟立春，跟節氣24個節氣入邊咧，其中一個立春啊。咁究竟點解有兩個睇法咧？先講講咧，就係究竟我哋講咧生肖原先係做乜嘢用途嘅先啊？咁我哋有12生肖啦。咁其實咧就係所謂12個地支配天干組成嘅60個甲子啦，我哋就係咁講啦。咁用嚟咧
紀年紀月紀日啊，咁即係話咧年份可以用一個天干一個地支咁去到代表，咁月亦都係，日都係，時都係噶。咁但係咧，我哋成日講年啦，講生肖咧就係譬如話鼠年就係子年，咁牛年咧就係呢個丑年，咁如此類推，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咁樣咧配翻嘅吓，子就係鼠，丑就係牛，寅就係虎咁樣吓，咁所以咧即係題外話啦吓，點解唐伯虎咧唐伯虎咧唐寅啊嘛，呢個大家叫佢寅啊嘛，咁寅就係虎，所以咧就係有唐寅唐伯虎咧就係咁解，所以咧地支咧係嚟配翻生肖噶吓。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講就係，咁即係話，如果我哋由子年轉做丑年，咁我就由鼠年就轉成牛年，咁咪好清楚咯。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好簡單啦。我揾翻究竟幾時咧係轉咗地支年份，地支咪知道幾時咧係有一個新嘅生肖咯。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時間標籤嘅角度去睇啦吓。好啦，咁但係正係因為咁咧，所以就有兩派嘅講法啦吓。咁以農曆正月初一做嗰派就覺得，其實咧係用嚟計算年份。咁既然大家都講緊話，我哋嘅農曆就係用農曆年初一，用年初嚟去做一年嘅界定啦，分嘢啦吓，咁好簡單啫吓。咁我個地支我個生肖咪應該跟呢個時間轉咯吓。今年係龍年，出年係蛇年，唔使煩啊，我唔使咧去到諗啊。總之新年大家過年派利是過年咧舞龍舞獅燒炮仗嘅時候，就係轉咗新年啦，好簡單啦，係嘛，好清楚。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其中一種咧，有啲人認為應該咧用年初去轉嘅原因啦，亦都係覺得民間嘅風俗咧好清晰啦，唔好製造麻煩啦，係嘛？我哋又成日會講恭喜你新年行大運啊，講話新一年事事順利啊咁啊，我哋全部講呢句說話咧都係用大年初一作為一個分界線，咁你就會話係新嘅一年啦，咁祝大家點點咁樣，咁梗係要用年初一啦，咁唔需要咧就係睇呢一個嘅農民曆，唔需要睇通勝，唔需要睇下究竟幾時先至係我哋叫做轉換時間。總之過咗年啦，就係生肖換咗啦。咁呢個咧可能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好直接啦、好直覺化嘅一種睇法嚇，咁可以符合民情又符合傳統嘅一種風俗嘅做法。但係另一派叫立春派就覺得唔係生肖應該係跟立春即係跟一種節氣啊。咁點解咧？嗱，其實個邏輯又唔係完全唔通㗎。剛才提過啦，我哋就係話有一個所謂嘅地支係去配翻一個生肖，實就係子年就係鼠年啊咁樣，咁好清楚啦嚇。午年所以就係馬年啦嚇，咁呢個亦都非常清楚。咁但係咧，即係呢一個干支去到做年份嘅分界咧，如果大家有算命嘅話咧，八字算係八字嘅時候咧，就有8個中文字，所以叫八字啦。年份就係一個天干一個地支，而年份嘅地支就係即係講緊生肖。而幾時當你去算命嘅時候，啲人話俾你聽，你嘅八字我應該寫邊一年呢？咁算命師傅咧用八字同你計嘅時候咧，就會話應該係用立春嘅噃。原來咧立春之後出世嘅人咧，先至係用新一年嘅地支。咁如果立春之前出世，係會用翻上一年嘅地支。即使你已經過咗所謂嘅農曆年，過咗年初出世啊，有啲人可能年初3出世，但係嗰一年咧，原來年初3咧都未到立春，咁所以咧算命師傅計八字會同你講，唔係你唔好以為乜生，你唔好以為咧你係呢個兔年原來唔係噶原來你係虎年噶之前嗰年噶咁因為未到立春啦，佢就用翻上一年虎年嗰個地支就寫落你個八字嗰度。咁喺呢套八字算命嘅世界觀入邊咧，點解會用節氣咧？正正就係因為能量所在啦。24節氣嘅來源咧就係太陽同地球之間嘅互相關係咁轉一個圈就係一年啦。而轉到去唔同嗰點咧，就係個相對角度唔同，能量都唔同啦。大家諗下啦，個相對角度唔同，位置唔同，就亦都會隨住咧就係呢個位置嘅變化啦。太陽同地球位置嘅變化咧，出現咗所謂嘅唔同嘅氣候啊嘛，春夏秋冬咁啊，呢個就係能量咯。有時熱啲，有時凍啲，有時乾啲，有時濕啲。人咧就係受到外面大自然嘅環境影響，你喺春夏秋冬出世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能量，唔同嘅月份都有唔同能量。咁所以咧喺八字算命入邊咧，係用節氣去睇你幾時係每一個年
出世邊一年出世係睇你個立春，就係用節氣去計啦。月份都係個噃嚇，剛才所講我哋話究竟係第一個月定第二個月定閏月啊？咁其實講緊我哋講子月、丑月、閏月、卯月呢啲咧，其實講緊用節氣去分界。正正就係因為咧，唔單止每一年嘅開頭係用節氣，而每個月幾時開始幾時完結都係同節氣有關，因為節氣係楞住能量、楞住太陽同地球之間嘅關係。聽落亦都 make sense 嘅，因為太陽咧就係成個我哋叫做咧太陽系嘅能源嘅來源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就係有呢一套睇法啦。喺呢個八字算命嘅世界觀入邊咧，一年嘅分界線係立春，每個月嘅分界線亦都係一啲節氣嚇。咁立春就係一年嘅開始，亦都係一年第一個月嘅開始啊。呢個咧就係算命嘅角度去睇。咁所以啦由呢個角度去睇就係咁究竟咧如果你問喂我嘅生肖係乜嘢嘅時候啊，咁樣就睇下你講緊乜嘢啦。如果你係講算命嘅角度去睇，我哋一年嘅究竟幾時開始啊？咁應該用翻立春用算命八字算命嘅角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就要睇翻嗰年立春係幾時。不過通常咧都係2月4號前或者前後一日啦，通常都係呢啲時間啦，仲有個 exact 嘅時同埋分同秒都有㗎嚇。過咗嗰刻你就係立春之後出世，就係新一個生肖。之前咧就係另一個生肖嚇。呢個咧就係所以點解咧有時你要出現有部分嘅人啦嚇，咁就會話點解我唔係我理解嗰個生肖咧？通常發生喺年初出世嘅人咧，1月2月左右咧就會有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算命咧就好清楚咧，就係大約就係立春2月4號前後一日啦，通常都係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個睇法。所以如果你對於自己出生嘅生肖有疑問嘅，你係正正就係咧呢啲時候出世㗎嚇。咁點樣算咧？最好就係咧睇翻你出世嗰年嘅我哋叫做個農民曆或者係通勝，睇下嗰一年咧究竟你話你自己年初幾出世咧？睇翻其實究竟個時間咧係喺立春前定後。簡單啲嘅話，你用西曆仲簡單，因為咧呢個節氣系統咧就係同太陽同地球相對位置有關，一年就365日，有4分一日左右一個循環，所以大致上咧就係2月4號前後左右。如果你係用講緊呢個角度去層面去睇生肖嘅層面去睇，究竟我係屬於邊個生肖嘅話，而你知道自己係2月4號或之後出世咧，好有可能就係新嘅一年啦。如果係2月4號之前嘅，咁可能係舊嗰一年嘅生肖。如果你正正係2月3號、4號、5號左右咧，就要睇翻嗰一年究竟立春係幾時。咁呢個咧，其實喺個農民曆嗰個叫做曆書或者叫通勝入邊咧，係會揾到。你上去譬如香港天文台嘅網站咧，都揾到每一年咧究竟幾時就係立春，咁可以好清楚咧，就可以揾到啦。咁所以結尾咧就係好簡單啦。如果你話約定俗成唔好煩啊，總之逢係年初一就係生肖轉換，其實無可無不可嘅係嘛？大家攞嚟講下，大約我係邊一年出世啫。如果你只係講你係馬年出世啊，咁即係咧你今年咧可能12歲、24歲、36歲。如果係呢一個原因你去講你自己生肖，其實冇乜所謂啦。嗰個唔需要太過着緊呢一樣嘢。但係如果你講緊嘅咧係我要算命啊，我要計八字嘅話，咁呢個要搞清楚啦。如果你就去問一個算命師傅嘅時候咧，或者係睇下生肖運程嘅時候，有啲師傅會話俾你聽你嘅生肖係點樣，或者睇嗰運程書好興㗎嘛，啲大師出運程書，究竟你應該查邊一年嘅生肖出世嘅生肖，今年運程好唔好咧？話睇錯咗可以好大鑊㗎喎，可以本來好運變唔好運㗎喎。如果你係大約係呢個時候出世嘅話咧，年初就出世咧，最好睇清楚你嘅新曆出世咧係唔係喺立春之前之後咧，就會一清二楚㗎啦嚇。咁今集同大家分享呢個咧都叫幾有趣嘅叫做曆法嘅一個分別分野啦嚇。原來真係有唔同嘅睇法㗎喎嚇。你又點睇啊？你會唔會咧都原來曾經有呢個叫做混淆咗好耐，究竟你生肖屬於邊個咧？你又會唔會一路都以為咧所謂農曆年從來都冇變過？但係原來今次先知道咧，原來新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日子曾經出現過㗎嚇。有咩意見咧？可以喺下面留言傾下偈，分享下關於新年嘅呢啲趣聞啊！我今次咧講到呢度為止啦，希望咧你可以訂閱我個頻道，同埋咧係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下面留言咧就更加好啦嚇。咁我哋下次再傾過一啲有趣嘅話題啊，拜拜。